究竟今時今日響香港一段婚姻可以維持幾耐呢？有人話7年之癢，有人話3年抱兩就玩完。但係如果我同你講，有對夫婦結婚1年唔夠，就已經由我養你去到我插你，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奇妙呢？呢對就係香港人唔會陌生嘅何伯同何太，人稱何馬。如果你係外國返嚟，唔知發生咩事，簡單講，2024年3月，76歲嘅何伯同43歲嘅何馬識咗1個月就結婚，1個月啊！你諗下，你份糧都未出，人哋已經簽咗紙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，愛情係唔會等你出糧嘅。結婚之後，何伯上咗東張西望，控訴佢啲仔女拎走咗佢450萬，450萬喎，唔係450蚊。啲錢喺聯名戶口度，俾細女拎走晒，剩翻4200蚊。4200蚊喺香港可以做啲咩？夠你交1個月管理費，或者夠你同何馬去深圳食30餐酸菜魚。當時何馬喺鏡頭前點講？佢話：我可以返大陸擺地攤煎牛扒養佢，煎牛扒喎。你明唔明呢個畫面？一個43歲嘅女人喺羅湖商業城門口，用一個100幾蚊嘅電煎爐煎緊一塊急凍牛扒，為嘅係養佢76歲嘅老公。呢個畫面，我覺得直頭可以拎去參展。但係呢個世界嘅愛情故事通常都唔會咁簡單。結婚冇幾耐，兩個人嘅關係就開始變。何馬開始喺網上直播，話想離婚。你諗下，一個女人喺社交媒體度話想離婚，佢老公會點？正常老公可能會話：老婆返嚟傾下啦。何伯呢？何伯選擇咗另一個方向。舊年5月30號。屯門青田村青順樓25樓電梯大堂，請記住呢個地點，25樓電梯大堂，即係你搭台上到去，一出台就係案發現場。何馬嗰日準備走，執好晒行李，上返內地。喺電梯大堂，何伯喺佢背後攞出一把折刀，係一把折刀，唔係膠刀，刺向何馬。何馬後腦中咗2刀。2厘米傷口，2厘米係咩概念？即係你部手機嘅厚度咁上下。但係何馬唔係省油嘅燈，佢轉身捉住何伯隻手，2個人撻落地，然後何馬咬何伯隻手，咬到手指骨折。仲有佢捏住何伯條頸，騎咗上去撞何伯個頭落地。你睇下呢個係咩畫面？一個76歲嘅阿伯同一個43歲嘅女人喺電梯大堂互相廝殺，個女保安上到嚟見到一地都係血，一地都係血啊！何伯俾警察拉咗之後點講？佢話：因為佢要離婚改嫁走佬，所以我激氣就攞刀插佢。呢句説話嘅邏輯，我好想嘗試分析，但我發現我冇能力分析，我只可以話。呢句説話入邊，激氣同插佢嘅距離就係愛情同監獄嘅距離。好啦，上到法庭仲精彩。何伯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，呢條罪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。終身喎，你因為激氣攞刀插人，你可能要坐成世監。但係法庭嘅精彩唔係單單在於案情，而係在於何伯嘅法庭表現。佢冇請律師，自己答辯，自己求情，仲要自己寫求情信。一個77歲嘅阿伯，小學畢業，坐喺輪椅度，同法官講，希望法官大人從輕發落。法官點講？佢話何伯不能朝秦暮楚，三心兩意。呢句説話出自陳官把口，即係話法官都忍唔住要用成語嚟鬧你。仲有樣好笑。何伯搞緊呢單案期間，原來佢仲有另一單案。佢喺屯門兆康站用滅蟲噴霧噴一個女人，被判坐監2個月，緩刑2年。即係話佢喺緩刑期間犯咗呢單互毆案。你話呢個人佢嘅衝動程度係咪直頭可以去參加奧運？最關鍵嘅係，聽日
7月21號就係何伯判刑嘅日子，原定7月7號判，但何伯7月6號入院，冇得出庭。法官話：我唔可以喺被告缺席之下判刑，但係法官都忍唔住話：你早前又話自己認信，而家又申請法援，你唔可以咁樣㗎。庭日輪椅上面嘅何伯會唔會再入院？法援會唔會再拒絕佢？法官會判佢坐幾多年？呢一切都係庭日揭曉。而何馬呢？何馬單案排到出年2月先開審，佢唔認罪。何伯仲話願意出庭頂正何馬，頂正喎，即係老公指證老婆。你睇下，由東張西望嘅我煎牛扒養你，到電梯大堂嘅我攞刀插你，再到法庭上面嘅我願意頂正你，呢個就係一段忘年戀嘅完整生命週期。有人話愛情係盲目嘅，但我話愛情唔單止盲目，佢仲識得用截刀咬手指、噴殺蟲水。聽日我哋一齊睇下法官會點樣為呢一段愛情故事寫上最後一頁，定係你覺得呢個故事其實永遠都唔會完呢？